伊的时阵，今仔日是一个出日头的日子，咱感谢上帝，有日头，有雨水，有空气，有所有咱需要的一切。对安尼，咱伫主的面前来感谢，啊，搁伫主的面前来感谢。到伫如今，伊还搁保守咱伫伊的疼痛内底。世界遮尔啊侪改变，总是上帝真理刻明伫你的心，伫我的心，互咱行伫真理内底。因为伊的话语，咱坚固徛在。咱感谢主，互咱会当无随流失去，乃是因为上帝话语来坚固。这是第二个感谢的代志。第三，咱感谢伫主的面前，因为伊照顾咱，伊陪伴咱，咱的家庭，咱手中所经营的，要行伫伊的公义真理内底。上帝讲，因为伊敬畏我，我就要引带保护伊的家庭，互伊的家伫我的面前蒙恩典。上帝怎样将这些福气？享受伫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以撒、雅各的身上，同款，上帝也要将这个福气享受每一位超找伊的人。上帝果然照安尼做了。咱虽然无够好，总是上帝有缘用因伊公义的慈爱来收约施慈爱。咱感谢伫主的面前，这是第三点。咱就当时开声伫主的面前来感谢、来祈祷，请。圣哉，圣哉，至圣的主上帝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怜悯，甲阮三个同在。主啊，阮感谢学了你的疼痛，过去到现在，你的怜悯无断绝，每早起时拢是新的，你的信实直到永远。要我，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，阮学了，阮敬拜，阮知你是阮的主，不但互阮知，更加是互阮领受经历。更加互阮伫你的内面，甲你相同行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要搁再一届来更新你的教会，互阮徛伫真理内底，互阮徛伫光明内底，互阮甲上帝你同心同行。主啊，要来保守这个教会，就是亲像过去你的保守甲怜悯同款。虽然我无好，虽然我伫软弱当中，但是你是信实的上帝。主你讲，你的确无收回你的慈爱，主你的确要用你的怜悯疼痛照顾伫阮的身上，为愿阮伫你的面前，甲你相同行，互阮的心、阮的灵甲你对齐。主啊，复兴你的教会，互教会徛伫真理当中，继续向前来迈进，互教会会当进入伫上帝你家己的丰盛内面。你是阮的主，你的确要伫引带、伫保守、伫照顾、伫扩展。坚固阮伫真理内底起来，互阮唔东唔西唔南唔北来扩展，无受限制。主啊，加添阮，互阮来当真做一个公共的快乐的，有上帝你力量同在，官兵同在，属上帝你的儿女，要继续引带阮，将上善恶了荣光归予你。主啊，实在是你甲阮徛起，你亲自手术伫你的教会内底，互这个教会充满恶了的声音。互这教会来真侪敬拜大有能力，甲上帝三甲同行，大有能力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仰望你，仰望你，仰望你的听，仰望你的怜悯。感谢主，将上赞恶乐拢归予你，拢归予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至圣的主上帝，你甲阮三甲同在，引带阮，伫你保守的照顾甲疼痛下面。你怜悯阮到伫如今，今日阮搁再一届因你的疼痛，阮来到伫主你的殿中，拜上帝，愿你恳求一个恩典，毋是互阮完成一个宗教礼仪，是互阮伫这个敬拜当中，每一个灵魂拢甲你相见面，伫你家己的引带内底，互主奉你的名所建立的教会，诚侪彼此相听。互相扶持，带着上帝能力甲权柄的教会，每一位兄弟姊妹领受属天的权柄，诚侪光明的景儿活伫这个地面上，亲像灯台照亮伫每一个所在，这是主你所应允的。愿上赞恶乐荣光归于你，也独独你堪受这一切的敬拜甲恶乐。愿伫主你的面前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，请江伟兄来报告，谢谢。
阿姐平安，平安，非常欢喜，咱会当伫清早，就是上帝因所内面来敬拜阿罗伊。阿门。昨真欢喜，阮中青团契伫昨下晡伫遮跳赞美操的时阵，姐姐兄弟姊妹伫遮即个所在三角组织来上赞阿罗主，嘛透过身机体互动，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疼痛。特别的感受就是讲，中央兄，我想讲伊这拢管啊拢夹掉的呢，甲当今这，但想袂到，阮昨开始跳的真好，伊的骹嘛骹来手来了，嘛动啊真欢喜。感谢上帝的疼痛，稳定满满锁伫当中。消息报告，教会节目将再次来推出。那单日设伫50领，每一领350块。要购买兄弟，请到门口登记处登记尺寸，订单达到50领后，佮再再行缴费。登记到6月16截止。第二，6月日礼拜5暗时7点半，城市祭坛伫旧祖堂举行，请兄弟有留时间来参加，一同为城市起坛守望。第三，6月29拜六下午9点，乌来信教会将举行70喜庆以及文德传道暗幕礼拜，请兄弟一同有方便的一同参加。要参加，请到招待桌登记。第四，7月2到23礼拜日到拜二，举办信教会全国信徒灵修会。地点西湖度假村，讲员陈尚仁牧师，主题21世纪教会挑战甲超越，费用2人房，每人4800，4人房每人4000块，教会以及教区各补助每人1000块，共补助2000块。报名到今仔日截止。第五，7月28礼拜日下午2点半。到4点半，伫台南信教会举行台南400年教区大团结感性的礼拜，会后前往新田日本料理餐厅，餐费每人200块，村内由教会以及教区补助，敬邀兄弟踊跃参加，请到招待桌登记缴费。原则上，这个报名咱到6月底。来为止，因为咱为要统计人数，还有补助的问题。以上报告。第6点哦，本会新乐培训成果发表会将伫6月30暗时7点半到9点半举行，有提琴、吉他、木箱鼓，敬邀兄弟来参加。互厝里的人加油拍气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主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会通三甲做伙伫早起时，同齐来敬拜、来学乐咱的主、咱的上帝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着其中欢喜来吟诗。咱同齐做伙起立来吟唱诗歌，来敬拜咱的主、咱的上帝。愿他主接地里保守清清白，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，每一日你拢想思到夜的开来。因带阮行信心的山高，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，来安排阮当听着袂差错。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，我欢喜顺坦行天路。打出一地里，保守清净白，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，每一日你拢想思到夜的开来。
信心的山高，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。你安排阮当听着袂差错，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。我欢喜顺坦行天路。愿打出一滴灵，好做正经办。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，每一日你拢想出高野的开来，引带我行信心的山高，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。你安排阮当听着袂差错，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。我欢喜顺坦行天路，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。你安排阮心间听着袂差错，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。我欢喜顺坦行天路。圣经应允咱做代志做人，毋是靠着目睭前所看到的，乃是凭着信心看到上帝所应允的。所以，亲像这诗歌讲，是顺境的时阵学乐，逆境的时阵也学乐，因为相信上帝安排定着袂差错。咱同齐为着咱的工作、咱的家庭、咱的事奉、咱活伫地面上的日子，无论现处是有啥物款的看心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来宣告：主你的安排稳当定着袂差错。我欢喜顺坦行天路。同齐开声来祈祷，来宣告上帝约甲有主爱同在，请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圣在全能的主上帝，你的恩典、你的能力，甲你的百姓三甲同在。为你名的缘故，愿今日同齐自sit伫你的殿中。主啊，我宣告顺境而乐，逆境而乐，因为你的安排稳当定着，袂差错。你是上帝，你享受平安，你是主，你甲你的百姓徛起。为愿阮今日伫主的面前听谈主的话，为愿阮诚侪上帝你手中的欢喜。主啊，引带阮，做阮保守阮，互我欢喜顺坦真理来行天路，欢喜顺坦真理，顺坦上帝的话，当行天路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。你一定会认证我，你一定要让我会当诚侪圣洁的器具，不是我靠家己，是上帝你亲自为我征战，保守引带我。主啊，是阮伫个所在，若是遐尔艰苦惊赢，主啊，你让阮知阮偌危险，主啊，你让阮知是你亲自来为阮断绝一切的歹。互阮行着你的精神，你的德性，你的丰盛，感谢主，愿你继续引带你的百姓向前行，向前行。愿打出一滴灵，保守清净吧，圣洁的主你甲阮同在。安排稳当定着，袂差错。
坐，请坐。人生的过程有各样的困难，总是摇花上帝讲，伊的慈爱要维系在咱的身上。伊是咱的主，伊引带伊照顾，伊要继续用伊的权能扶持咱，做咱的避难所，互咱伫所有一切代志，因为伊有盼望。我的习惯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情山怎样为生，也落山岭，你也为生我到永远。主你是我光台，坚固伴照我心靠你就会摇动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愿望是在地里，我的习惯。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情山怎样为生，也落山岭，你也为生我到永远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款待。坚固照看我心靠你就会摇动，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愿望是在地里。亲爱兄弟姊妹。唔知现此时你有啥物款的动荡？咱今仔日来到伫上帝殿中，这个时刻，既然已经人拢来了，就忙搁挂入厝内底的代志，唔通烦恼，这动荡甲困难，是我应允上帝话安尼讲。主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关台，坚固的絆脚，信靠你，我就永远袂摇动。这是主上帝的听从，以实际的应允，用信心宣告来吟唱这首的诗歌。我的习惯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情山怎样为生，也落山岭，你也为生我到永远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关台，坚固伴照我心靠你袂摇动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愿望是在地里，我的习惯。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情山怎样为生，也落山岭，你也为生我到永远。主你是我
量，主你是我管担，坚固挽着我心靠你就袂摇动，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愿望是在地你，主你是我力量。主你是我管带，坚固伴照我心靠你就袂摇动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愿望是在地你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管带，坚固伴照我心靠你袂摇动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难所，我的愿望是在地，我的愿望是在地里。我的愿望是在地里。摇花是咱的愿望，是咱的避难所。无论前途有偌艰苦，伊悠远地引带，伊一定会引带，伊一定会带你进入丰富的所在，因为伊是主。伊是患难中照顾你的主，是陪伴你的主。咱同齐起立来吟唱这首的诗歌，主要用恩典陪伴。上帝的引带，咱头前的路，无论偌艰苦，伊永远带路。只要咱坚心活靠，伊会推，伊会爱保护。咱无得看路，世间万项事，虽然有悲伤，有主是阮人生风波。咱的主要安慰，予咱心勇行。主要永远跟陪伴，用听当照顾，一路充满的咱生命。基督甲咱同徛起。咱就大大有福气，感谢主喜乐恩惠，上帝的引带，咱头前的路，无论偌艰苦，伊永远带路，只要咱坚心活靠。咱无得看路，世间万项事，虽然有悲伤，就做是阮人生风波，咱的主要安慰，予咱心勇行，主要永远。当照顾，一路充满的咱生命，基督甲咱同徛起，咱就大大有福气。感谢主喜乐恩惠，主要永远跟陪伴，用。
命。基督甲咱同徛起，咱就大大有福气。感谢主喜乐恩惠，主要永远跟陪我，用听通跳过，喜乐充满伫咱生命。基督甲咱同徛起，咱就大大有福气。感谢主喜乐恩惠，基督甲咱同徛起，咱就大大有福气。感谢主喜乐恩惠，基督甲咱同徛起，咱就大大有福气。感谢主喜乐恩惠。主，阮感谢你，用恩典陪伴，用疼痛照顾，互阮的活命满有圣灵中的坚固甲喜乐。你的恩典之爱一直拢伫咧，阮感谢你，互阮身体虽然有时软弱，甚至阮即时也阁软弱，阮的心灵也容易受摇拽。总是主你要来坚固阮的信心，圣灵啊，困求伫阮的内面，互阮对内面生发出上帝国的坚固气力，伫你的引带、照顾、保守的内面，互阮诚侪刚强的大丈夫，诚侪上帝国荣耀军尊的祭司，大有能力、摇豪华的军队。感谢主，听阮的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咱这是用使徒圣经同齐来告别咱的信仰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勒岛任内受苦。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后上天，那坐伫无量的爸上帝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圣徒的三通，罪得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这是咱同齐做伙来启应，启应文第23篇，启应文23篇，我来启，请兄弟来用。好的部分，咱同心来上读。万军的耶和华，你徛起的所在何等可爱！我心目较想耶和华言语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，向永生上帝呼吁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伫你这段遐里，七者为家己找到帮恶，婴仔为家己找到抱囝的仇。安尼住伫你殿中的，便为有福。因雅各要学罗你，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个人便为有福。因行走，力上加力。逐人到锡安朝见上帝。伫你的言语徛一日，较赢伫别处住千日。宁可伫我上帝殿中看门，无愿踮伫歹人的帐棚内。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了恩惠甲荣耀。伊未捌留了一样的好处，无遐行动正直的人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靠你的人，便为有福。阿免。
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。咱同齐做来看周报第4面。咱同齐做来上读出来记记第14章，谢谢。同齐做来上读啊，今仔日的经文有较长一寡，总是咱同齐做来读，请。耶和华晓諭摩西讲：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，安营伫比哈希洛前，密夺甲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力西分靠近海边安营。法老要讲，以色列人伫地中踅迷了，旷野甲因困住了。我要互法老的心刚硬，因要对赶因，我就伫法老甲伊全军身上得荣耀。埃及人就知影我是耶和华，对安尼以色列人就安尼行了。有人甲埃及王讲，百姓逃走。法老就备办伊的车辆，带领军兵同去，并带着600台特选的车，甲埃及所有的车，每台拢有车兵长。埃及人对赶因，法老一切马匹、车辆、马兵，甲军兵，就伫海边顶，伫因安营的所在对上了。以色列人夜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真惊吓，耶和华哀求。因对摩西讲：敢讲伫埃及无分地，你甲阮带来死伫旷野吗？你为什么安尼款待阮，将阮对埃及带出来呢？阮伫埃及敢无对你讲过，毋通教阮，用阮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，比死伫旷野还阁较好。摩西对百姓讲：毋免惊，只管徛在，看耶和华今仔日恁所要施行的救恩。因为恁今仔日所看到的埃及人，的确永远无搁再看见了。耶和华要为恁征战，恁只管静默，毋通作声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你为什么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行，你举手海春乖啊，甲水分开。以色列人要落海中行大地。我要互埃及人的心刚硬，因就对落去。我要伫法老甲伊的全军兵、车辆、马兵上得荣耀。我伫法老甲伊的车辆、马兵上得荣耀的时阵，埃及人就知影我是耶和华了。伫以色列营行走前，上帝的使者滑到因的后壁去。分条也对因头前踅到因的后壁徛在。伫埃及营甲以色列营中间有分条，一边黑暗，一边发光，规暝两边无得3斤。摩西海春乖啊，耶和华就用大东风，互海水一暝提去，水就分开，海就成了大地。以色列人落到海中行大地。水伫因的倒边正边成了墙啊！埃及人就对落到海中，到了早起时的时阵，耶和华对火条中埃及人的军兵观看，互埃及的军兵混乱了。地告以个人讲：咱对以色列人面前逃走吧，因耶和华为因攻击咱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你海春乖啊，互水游源合伫埃及人甲因的车辆马兵的身上。摩西就海春乖啊，海水游源复原。埃及人两撇水逃走的时阵，耶和华甲因撒伫海中，水就回流，淹没了车辆甲马兵。
遐会对着以色列人落海法老的全军，连一个都无剩落来。感谢主，咱搁再一摆压头来祈祷。至圣的主上帝，独独你堪受一切敬拜甲恶乐。你是指出活命道路的主上帝，也是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所拯救的百姓，你为因征战的上帝。主，互以色列人的经历，今日犹原伫阮的心上发动。透过今仔日的信息，主恳求你圣灵亲自对阮讲话，互阮会通刻铭伫心中，互阮坚固阮的信心。圣灵啊，对阮讲话，刻铭你的话语伫阮的心，伫阮的灵魂上深的所在，互阮的潜意识内面刻条上帝你的话语，通叫阮做代志、做人，拢对主你的话语来行，照你应允所讲。人若遵行，就要因为安尼来活的。感谢主，听阮的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要同齐做伙来思考，离开埃及系统的网络。人伫活命内底有真侪咱家己的想法甲经验，只有想法甲经验来引带咱怎样过时间、规划人生。礼拜日还是礼拜六中暗的时阵，咱可能就会想，明仔载礼拜啊，安尼明仔载我几点要起来？我可能要穿啥物款衫？我要安怎样做伙来去做礼拜？咱因为有这款的想法甲拍算，咱就来呀。所以伫咱的活命内底，咱会有一寡无共款的想法。但是这个想法是经过咱的系统，就是过去的经验所累积起来。今仔日咱要三甲做伙来通过出来，记14章，同齐来思考。咱的人生敢是咱家己做主？咱家己做主会受到什么款限制？但是上帝甲咱讲，以色列人过去嘛家己做主，总是因有一个改变，因就照上帝所吩咐安尼行了。然后咱的人生内底，有时拄着一寡无顺时的代志，会起毛是活泪无，心情无甲偌欢喜。咱就伫迄个所在感觉讲，开安尼，了就容易受气。伫迄个受气的过程内底，敢会互咱较进步，敢会互人改变迄个现况。其实是伫受气当中，其实是愈受气，甚至原本是一个人受气，结果变做两个人受气，变做规家伙仔拢在受气。安尼，咱伫咱的经验内底，要安怎样去修正？第三，面对着人生遮尔侪代志的时阵，咱敢有想到？咱就是干那看到这个地面上的一切，咱有抬头来仰望上帝也无。所以咱今仔日同齐做伙，以色列人，咱来少年因出埃及的时阵所遭遇到的代志，到底是啥物货？过去因的人生内底有因自己真侪的想法，因有真侪因的看法。圣经讲，耶和华上帝传出来，顶礼拜咱讲到讲，耶和华伫以色列人踮伫埃及430年的时阵，上帝甲因带出来。上帝称因做啥物货？耶和华的军队。来，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耶和华的军队。佮甲伊讲一届，耶和华的军队。甲伊讲第三届，耶和华的军队。来，因伫埃及敢有受到啥物款训练？实在讲无呢。伫埃及敢若咧创啥？做奴才尔。做奴才做差不多400年的时间，大概有200年到400年的时间。了，圣经讲耶和华传出来，耶和华讲啥？这是我的军队。安尼，
耶和华上帝讲，这是我的军队。安尼，什么人来训练伊？不是埃及人训练伊，是上帝亲自来训练伊，并且上帝训练伊，不是靠着家己咧征战，乃是靠耶和华上帝咧征战。因人生所有拄到的代志，拢是一个战争。就亲像咱无愿意拄到战争，但是战争实际上发生了。在咱当中超过80个人，真侪人拢捌秘过防空壕，真侪人检测嘛，佮因的父母，也佮伫当中伫战争内底有诶丧失生命。咱无愿意拄到战争，但是战争有可能随时发生。外口这个炮弹的战争，无一定咱会拄到，但是生活当中差不多用要逐工咱拢会拄到战争。别人对着咱的酸肠，咱看代志袂介意，咱有诶时阵要贪着不义之财，做非法的代志，这拢是咱灵魂上的战争。就咱家己的经验，咱会有真济恶习。甚至真济失败，但是上帝要亲自来训练咱，因为上帝呼召咱，咱成做耶和华的军队。咱大先来看这张图，迄个时阵以色列人因原本是对徛起伫埃及的东南边，这个所在叫做歌珊地，以色列人就是住伫这个所在。那么，伊要出埃及的时阵呢，就是这地规个拢总是抑个是埃及到伫遮，了这是高山地的所在。那么伫这当中呢，上帝带因出埃及，因就对这个所在出来，了来甲以坦住伫这个所在安营。所以你来看讲，因对苏格国的所在出来，伫旷野边的以坦安营，就是伫这个所在。以坦安营伫这个所在，原本其实因是要继续往着南平面来行，但是上帝讲讲啥？你茫为南平面行，上帝讲讲你滑倒转来，滑倒转来到伫这个所在，了你通为遮行过，因为因这个所在遮有非利士人伫遮，遮会拄着战争，所以上帝伫这个所在讲，恁起来为遮过。所以当因为遮过的时阵就起来对北边起来。那么当因对北边起来是原本是伫遮嘛？伫以坦安营，即马对北边起来，这是南西。南西这个所在呢，是迄阵咧起埃及人的神像甲金字塔的所在。上帝甲伊讲，你离开，但是即马你行往北去了后，法老王会讲一样代志，哇！这路在吼，看无地理啦，袂晓安怎样离开咱啦吼。所以因一定安怎？伫旷野拍无去啊！因伫这个所在踅来踅去踅无。所以上帝甲伊讲：你安尼徛倒转来，了互埃及人误会，准是讲恁看无，恁毋知影要安怎样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就着埃及人来看，以色列人是迷路，行毋知影路啊啦，哦。你捌听过人对你安尼讲无？恁信上帝，信甲安怎？头壳歹去啊！信甲走火入魔啊！后人礼拜日就爱去做礼拜，礼拜日才是要佚佗的时阵，我礼拜日要做礼拜。有无？你捌听过即个话无？有人会对你发出即款信仰的挑战。大家嘛拢咧食钱。你有机会通食，煞毋加食一寡。你毋通信上帝，信甲头壳歹去啊！埃及人会用这款方法来算断信耶稣基督的人。上帝伫这个所在甲因带出来，上帝甲因讲：恁对这个所在出来了，往北边行。所以因就伫这个所在，这是明沙列湖，其实就是红海啦。所以因伫这个所在遮来到伫这个所在，徛伫遮，伫这个遮伫即个密度当中，就巴合希洛的面前，伫遮因安营。了，这非利士人因就来呀，这埃及人因就来，因就对迄个所在呢，
开始对埃及这个所在派军兵同齐做伙，要来约以色列人。因对这个所在真紧就会约到遮。哦，这是伫南西迄个所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会通看到咱的人生内底，咱有一寡相当的计划，咱改成无法度甲伊计划起来。圣经讲，上帝就对因讲：“恁去了，这埃及人因会感觉讲，以色列人一定行唔知影路。世界的繁华旷野遐尼阔，因甲因困掉了啊！上帝讲，虽在这埃及人安怎样啊想，总是上帝讲，我会互法老的心刚硬。圣经所讲，我互法老的心刚硬，讲是啥物回意思呢？上帝讲，我会随在因安怎讲，随在因安怎想，我无爱搁帮赞因啊。因讲我恳求，我嘛袂听因的恳求的声音啊。圣经若咧讲，我互伊安怎样的时阵，上面是讲上帝无搁再插因啊，上帝无搁再干涉因啊。上帝过去帮助因，上帝互因有机会，但是今仔日上帝讲，随在伊啊。随在伊啊，我无爱搁再管伊啊，伊要安怎，伊就安怎。所以法老的心刚硬，伊就追赶了。我特别伫法老甲因的全军的顶面来得到荣光。埃及人就知影我是耶和华，安尼以色列人就听上帝的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对咱来讲，咱来斟酌。伫遭遇人生困境的时阵。或者是有一寡代志，咱感觉讲哦，这个代志足赞的哦，但是伊无符合伫上帝的真理内底。咱爱真明白，究竟伫这个时刻，咱的人生要哪规划？咱是听叹上帝的话来行，或者是咱要照世界的方法继续拍拼咱家己？法老王伊就是继续用伊的方法拍拼伊家己，伊无超出上帝，伊无相信上帝，伊拒绝上帝。上帝已经伫埃及行10个灾害阻挡伊，甲伊讲：你唔通阁伤害我的选民以色列。但是法老王看到以色列百姓出去啊，心肝阁唔愿，我今仔日要阁甲以色列人掠倒转来。上帝讲：我无爱阁伸手帮助你啊，我无爱阁宽容你啊。随在你，你要安怎做，你就安怎做，你随在你。上帝安尼随在法老王了，咱看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对安尼有人甲埃及王讲，百姓逃走，法老就准备伊的车辆，带军兵做伙去，并且伫第7节讲，精选了600台特别选的战车，以及埃及所有的车。每一台拢有车兵长，所以这是啥？这是大战争啊！9节讲埃及人追赶，因法老一切马匹、车辆、马兵、甲军兵伫海边，因伫以色列人安营的所在就入着啊！以色列人抬头看到埃及人赶来，就极其惊吓，耶和华哀求。这个哀求的这个字，是讲到一个意思，发出怨言。拢骂你，你听无？拢骂你。有诶时阵哦，咱行路行，就跋倒，了，咱就伫迄个所在讲，拢骂你，你也无甲我看好，干我啥关系啊？你家己硬走，跋倒，即摆佫讲拢骂我。有诶时阵，咱做啥物代志？牵拖人啦，拢骂你，拢骂你，拢骂你。所以伫这所在，伊就看到，了伫这个所在呢，以色列人百姓看到足惊吓。就耶和华哀求，就耶和华发怨言，但是唔敢想甲耶和华发怨言啊，就是甲啥物人讲，就对摩西讲啊。你有发现一个代志无？有诶时阵，你诶人生就是安尼，你亲像摩西共款，你担当一寡代志，但是当你担当这代志诶时阵，有一寡其他诶人，伊就伫迄个所在，拄着问题，家己无法度解决，还是啥物代志做歹去啊？伊就伫迄个时阵，拢安怎？甲责任塞伫你的身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做领袖，你就爱有即款的担当，爱勇敢起来担当。圣经对着咱提醒是无毋对，
咱是安怎会做领袖？就是因为咱有担当，所以咱才会做领袖。当咱做领袖的时阵，咱就爱有担当，担当人的软弱，毋是虾米对抗，乃是协助因安怎样啊，同齐做伙来解决问题。但是有的时阵，这话语听起来实在互人真艰苦。以色列人就对摩西安尼讲：啊，摩西啊，敢讲阮伫埃及无亡啊保佑，你着甲阮带出来，死伫旷野。你是安怎安尼款待阮，将阮对埃及带出来？阮伫埃及敢无对你讲过？你着莫甲阮搅吵。哦，阮伫遮，哦，食了歹歹，你着甲阮讲有啥物自由？阮做奴才嘛，食3顿饱呢。哦，你叫阮出来到伫这个所在，阮死伫旷野，或者啥死无人待啊！无阮就野兽甲阮拆食落腹。阮60万个查甫人呢，阁有其他妇人人呢。原来摩西，你就是甲阮带出来，你就是对阮赤目，你就是爱阮死伫旷野，较省台。你会想到哦，全部这无好的话，拢会走出来。了，伊伫咧所在讲，你毋通交叉阮，你用永远继续服侍埃及人，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伫旷野还阁较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信上帝的过程当中，有的时阵你会拄到真济这样的问题，你捌听到人甲你讲无？恁圣经毋是安尼讲，人甲你献倒饼，你嘛话正饼安怎？爱叫互伊献过呢？来，我甲你献看觅啊！无你捌听过无？你嘛捌听过人安尼讲啊？上帝玛利亚公阿嬷满德靠，所以你会听到真济无好的话。但是亲像华语咧讲啊，当海水退去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了。来到上路尾的时阵吼，咱才会知影啥物人才是得胜的君王。台湾来讲的是啥？毋好到迄个时阵吼，鸡喙变鸭喙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会通明白这个代志，毋是我靠家己，但是咱容易生出这个怨叹的话语。咱来看圣经内底几个人物，因的人生是安怎样啊？继续我靠家己，无我靠上帝。扫罗王失落。伊介古早的时阵是听叹上帝的话语，当伊受我做王的时阵，伊也个非常的谦卑。但是当伊做王了后，伊开始甲百姓挖近，伊听百姓的话，较赢过听上帝的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牧师恳求你啊，帮助我，互我会当听上帝的话啊。唔通过头听你的话，你听我意思。咱每一个人拢应该安尼，伫你家庭、伫你公司做领袖，咱爱听上帝话，爱定定敲找上帝，甲上帝三甲同行。扫罗王原本正听上帝的话，甚至非常谦卑，但是长期落尾，当百姓对着伊有一寡讲法、想法对伊建言的时阵，伊就愈来愈听百姓的话，伊就唔敢违背百姓。到落尾手，伊强做家己无应该做的代志，限制唔是伊的代志，但是伊限制。上帝甲伊讲，你爱去甲亚玛力人全部拢灭绝，无论好的、歹的、肥的、瘦的、大只细只，拢总甲伊灭绝。百姓就甲伊讲唔通啦，哪会得安尼？迄吼歹的甲伊单掉，好的吼咱摕来献互上帝，听起来真俗灵，但是其实是家己安怎贪爱迄个上等的牛排啦，爱食迄和牛啦，这甲伊单掉偌可惜咧，唔好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尾手伊就听百姓的话，对着安尼，撒母耳对伊讲。你既然亚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就亚弃你做王。扫罗王对迄个时阵，伊就愈来愈离开上帝，这是伊的失落。另外有一个少年人，
伊对细汉的时阵品格真好。主耶稣问讲：你做过啥物款的好代志？伊伫迄个所在讲，我讲诫命我拢总遵守过。对着孝敬父母，一直到毋通到伫第9条。第9条是啥？通男善做见证。所以到伫第9条，对第5条一直到第9条，伊拢总遵守。主耶稣迄个时阵，甲伊讲一样代志。你斟酌注意看这段经文，讲耶稣看到迄个少年的肝，伊就安怎爱伊，就疼惜伊，就对伊讲：你还阁欠过一项，你去变卖所有分予送养人，到财宝积聚伫天顶，你阁来跟对我。你有斟酌无？伊对第5条爱孝敬父母，了毋通杀人，毋通奸淫，毋通做假见证去陷害人，好，这拢总遵守哦。伊遵守中科啦，但是第10条是啥？毋通贪心。第1条是啥？除了我以外，你毋通别个上帝。对第1条甲第4条所有关系上帝的代志，伊表面上看起来有一个好的德行，但是实际上伊的好的德行是为着要累积伊的财宝，要累积伊的名声。圣经上帝对伊讲：除了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个神，你毋通刻掉偶像，嘛毋通滥杀称呼耶和华上帝的性命。你斟酌看，伊伫迄个所在，甲啥？甲金钱代替了上帝。所以当主耶稣甲伊讲，你去变卖所有的分予送养人，马上将着这个代志甲伊试验出来。伊所爱的是金钱，所以伊伫迄个所在，主耶稣甲伊讲，你变卖所有的。主耶稣的目的，毋是爱伊变卖所有的，主耶稣的目的是要除走，要刷开伊心中迄个偶像钱财。咱嘛真有可能，表面上讲咱信靠上帝，但是实际上咱是累积钱财了后，毋甘奉献，毋甘帮助人，安尼咱阁是讲啥？讲咱嘛咧信上帝。这两个真相像，真无容易分辨出来。总是咱爱用一寡时间思考咱家己的信仰，咱是真正有咧倚靠上帝，或者是咱透过钱财的掌控了，咱咧讲咱倚靠上帝。这两个相差一丝丝仔的尔，但是咱爱用一寡时间甲伊分辨出来。第三，阁有一个人，伊伫迄个所在身体健康，伊人拢总有，了伊所手中所经营的一切拢总有，了伊阁对家己的投资嘛拢总足有，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，当伊收藏，当伊所有遐尼济、遐尼水的时阵，伊就讲一句话，伊伫迄个所在讲一项代志，哦，安尼好，有够赞。伊就讲，我要甲我的仓库拆较大咧，我要投资较济咧。了，我就当对啥？对我的灵魂讲，廖立生啊，哦，你即摆变做过来益的，益来益去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做你的王啊！结果的时阵啊，主耶稣甲伊讲一项代志，上帝甲伊讲一项代志，讲阴暗就要爱你的灵魂。结果迄一暝吼，伊的计划全部拢拍算了，伊的投资拢总扛落啊，吩咐拢总讲好啊。仓库要起偌大吼，这个辉达吼要投资偌济吼，台积电要投资偌济，拢总讲好啊。结果迄一暗阴暗咧困的时阵，讲哎呦，心肌梗塞上病院的时阵，无医，啊就再见啊，拜拜啊！现在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爱真斟酌。咱到底是咧倚靠什么货？埃及人倚靠家己的拍算，以色列人嘛是咧倚靠家己的拍算。
但是上帝是安怎甲因讲的？咱伫家己的计划无用拍拼、奋斗的下面，咱千万唔通袂记哩。上帝是圣在、圣在、圣在万军的耶和华，阳光、云电、关灵，拢是对伊所来。咱是咧过一个劳碌，靠家己拍拼，或者是咱真实伫上帝内面得到安息的活命。人拄着代志，就亲像以色列人同款，因伫个时阵就对摩西发出真济怨言。因为发出怨言，是因为受到经验的限制。人受到即款经验限制，咱就真容易发出怨言。所以伊就伫个所在讲，埃及都毋是咧无王啊、报告。个你甲阮带出来的旷野，因为发出怨言，迄个怨言定定就是拢因为咱伫咱的经验内底，咱毋捌看到遐其他新的代志出现出来，所以就发出怨言。有时阵，咱的囡仔考大学考了无好势，检查伊就感觉怨天怨地。2022年的时阵啊，有做一个统计，伫过去一年内，就是讲伫2021年的时阵，有过自杀意念的人超过58万人，这是伫咱台湾。台湾伫2022年的时阵，统计的自杀，真正有自杀行动的通报，有报的哦。拢总有45000多人，甲2021年相比，就是每100个人当中增加了4.4个人，还是4.5个人。那么呢，伫逐年龄层的当中通报的人数拢有上升，意思是啥呢？就是愈来愈侪人想要自杀啦。其中增加。这个幅度上介悬的是15岁到24岁，也是讲25岁到34岁，就是讲15岁到35岁这段内底的人安怎上介济？亲爱兄弟，你有看到这个代志无？15岁到24岁，25岁到34岁，其实这可怜啊，拢是啥？上介壮年的时阵，少年人要当大人。以及社会以及大学毕业要进入社会，还是伫社会打工作一时段的人，硕士还是博士打毕业了后，伫社会工作一段时间的人，那安尼咱来看伊的问题，伫这当中呢，自杀年龄来分拆，14岁以下的无算啦吼。但是对15岁到24岁，才你斟酌甲看，有几样代志，这是排名。自杀内底上介重要的原因是啥？归属感，无人笑，无人听，这有这归属感。还是讲，有个人15、16岁、14、15岁的时阵，咱台湾话讲个这早笑啦就开始。恋爱，恋爱的时阵人无爱，就安怎？就受气，就讲伊是安怎无爱我？就感觉人无爱伊，了就安怎？就开始想天想地，到尾就食药啊，有诶睾丸，所以归属感的问题，有诶是伫校，这感情，过来就是啥？伫校内底。检查互人霸凌，霸凌无一定言语上啊，嘛无一定甲你对甲你讲，有一款这冷暴力，像我含含牧师娘啦，含淑英姐啊，佮含月花姐啊，佮江伟兄，佮这个曾德杰佮阮这个乌高兄阮伫遮拢总做伙唱歌敬拜上帝。尾后有一天的时阵我着含江伟兄2个意见袂合，
啊，我就联合起来，牧师娘、水英姐、叶华姐、陈德姐、民公兄，我会讲，后届你拢莫含工位兄讲话哦，啊，你也莫甲伊安怎，啊，伊就莫含伊讲话就好。结果的时阵安怎？工位兄就被孤立起来，就变兵机，啊，无人插伊，这叫做啥？这叫做冷暴力。这个人到尾也嘛容易无归属感嘛，所以就会自杀。佮再来是家庭的成员，即摆家庭愈来愈复杂，甲咱过去的家庭无啥相像。咱的家庭是啥？哦，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，一生一世嘛。哦，这是咱传统的家庭。但是即摆有一个组织，一个团体，一直咧要甲传统的家庭甲用互伊害。就是互家庭所有的多元化，所以是伫这个家庭多元化内底，我毋是讲伊毋好，我是讲伊伫这当中所衍生出来的问题愈来愈侪。你古早捌看过一出连续剧无？迄出连续剧吼，或者恁囝、阮囝、甲咱囝，你听有无？就我和人结婚过啊，离婚了后我带一个囡仔，你和别人结婚。过啊，了后你原来离婚，然后换带一个囡仔，咱两个组成一个家庭，咱两个做伙生一个囡仔，安尼就是恁囝、阮囝、甲咱囝，哦，迄足复杂哦。迄加起来的时阵哦，买碰果转来的时阵，毋是买3粒呢，是安怎伊粒较红，我这粒咱会较青。哦，是安怎含分钱哦，分压岁钱，是安怎伊张较新，我这张就较旧。所以你真麻烦，恁囝、阮囝、甲咱囝，哦，所以家庭问题，我会造成迄个问题。所以，迄个问题其实塞下来嘛是啥？归属感的问题。但是对着将来安怎无确定。我咧继续已经哦，到这个我的工作率，我的率咧内底送出去，但是拢无一间公司甲我回复。我伫遐忙啊，等啊等，结果呢，拢无，拢加蛋加10块，所以呢，找无头路，所以对将来、对未来无确定感，非常的烦恼。颠倒是这个物件其实是上介少的。精神疾病的人，伊除非就是清醒的时阵，伊感觉无法度医啊，但是这个精神病这个部分，伊的比例是足低的。所以咱会当看见，介大的问题是啥？归属感。上介大的问题就是归属感。你有人疼，你有人惜，你有人陪伴，你有人照顾，有安尼也无？这是上介大的问题。所以伫这当中，以色列人讲一样代志：你是安怎带阮来到这？因为因的经验内底毋捌经验过上帝。所以，因就感觉因的人生安怎已经死亡，已经绝望。但是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生活是一个安静的进行式。过去你毋捌有的经验，并无表示伫未来无法度突破。咱的细囝可无着代代，世界人生感到拢总绝望啊？无嘛。人生还阁有真大的期待甲愿望啊！无靠着代代，家财无靠着代代哦。啊，靠着代代有的时阵哦，颠倒安怎？颠倒阁较后变歹。身躯病痛，敢就一定拢总无法度恢复？咱就有信心嘛？咱看会到，即马无一定表示将来无。这个物件是同款的，只是咱用啥物看？咱拢期待将来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好。但是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有的代志是未变好的，是未变好的。我即马逐工若咧热头毛的时阵哦，看到迄镜内底，讲奇怪，这敢是我？这头毛哪会遮尔白？我就甲上帝祈祷，讲上帝啊，我的头毛敢会当愈来愈乌，愈来愈乌。你感觉讲你头毛会愈来愈乌？举手一个来，袂嘛对毋对？
咱就是一直来，一直爬啊！你要接受这个事实。当然有的时阵哦，上帝会有特别的作为啦，迄是另外一个代志。但是同款有一寡代志伫人生的过程内底，无一定是安尼。但是上帝伊就会当伫迄个所在做代志。伫个人的活命还未结束进程，咱拢伫倒位？伫可能性的内底，咱还阁继续咧向前。有可能无有？有可能无有？我甲各位报告过一个代志。以前的时阵哦，原本我是要去做10间刻雕店的经理呢，家在无去，家在来做牧师，无我即马就无牧师，毋是中年失业尔，可能含老年嘛游民嘿。所以你的人生伫可能性内底，圣经记载耶和华的历史是要为着互咱会当去经历伫伊凡事拢总会当。来，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。伫上帝凡事拢总会当，甲伊讲来，佮甲伊讲一解，佮甲伊讲一解，伫上帝内凡事拢总会当。所以，因伫这个所在啊，伫遐呢是靠着家己的经验，但是人生有真济的代志是安怎会愈来愈好，无毋对。咱的身体会愈来愈歹，但是圣经讲一样代志，有一日咱的活命会产生变化。上帝想说咱一个阳光、新、荣耀的身体。摩西对伊安怎讲呢？摩西对百姓讲：你毋免惊，你徛在耶和华今仔日恁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恁今仔日所看到埃及人安怎，永远拢总无搁再看到。来，耶和华上帝为恁征战，恁只管点点，唔通出声。唔通出声，这句话是讲，甲头前迄个所在讲啥物话呢？因就哀求耶和华，这两句话啊，唔通出声，甲哀求耶和华，迄两字是共款的，就是讲啥？你唔通耶和华发怨言呐，嘴点点，因为你唔知上帝的作为是啥。头前的时阵，上帝甲以色列人甲摩西讲：你带以色列人挖坟头，倒转往着北边遐行去。以色列人嘛行呀，但是当看到埃及人来的时阵，因就马上袂记哩这是啥？上帝的应允，对无？明明都是上帝甲因讲，恁行对东南边去啊，但是恁即马挖坟头倒转来，行往西北边这边来。了，因知影这是上帝旨意，这是上帝甲因吩咐的。但是即马当因看到埃及人来啊，因就马上安怎？上帝带阮来遮是要填海哦，你听无？上帝甲伊讲的应允，就谈拄仔才讲尔。结果即马安怎？马上袂记哩啊！上帝讲，我要伫埃及人的身上得灵光，哪有要得灵光？很主时，阮就得要死啊！上帝，你安怎得灵光？好，所以一定要伫个所在。了，耶和华，这个时阵摩西嘛甲耶和华祈祷，上帝就对摩西讲：你啥事对我哀求？这句话真有意思哦。伊讲啥？摩西，你想要甲我发怨言？上帝对伊讲啥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向前行，你举手往海伸出拐啊，甲海水分开。斟酌注意这样代志。当上帝予你做领袖，你就会有权柄，你会当伫迄个所在吩咐一寡代志，伫你能力，伫上帝所予你的服侍顶面。你伫你家庭，你就有伫你家庭的权柄，但是你要录用这个权柄。你伫你教会，你伫你小组，你要有这个权柄，要勇敢出声。我讲的勇敢出声，毋是讲命令人、糟蹋人，毋是，是讲上帝予你这个权柄，你就出声。上帝安怎讲，你就安怎讲。但是毋通算断咱的身份，总是嘛毋通拿着鸡毛当作令牌啊！爱认真，爱勇敢，伫上帝的面前不断来求问上帝：主，伫这个时阵，你爱我做啥？上帝一定会予你权柄去做，予你
愈来愈兴旺，互你会通见证上帝名的代志。所以，咱唔通相信白贼话。白贼话会定定伫迄个所在，甲你欺骗讲啊，你无可能，你无法度。但是上帝会当，上帝做这的代志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会通了解到，伫上帝伊的作为内底，上帝要怎样甲你三角同行？魔鬼撒旦会伫迄个所在欺骗你，但是你要相信的，毋是世界安怎讲，是上帝安怎讲。你看这台车有介厉害无？这台是3轮车，铁牛啊！了伊的链吼拍无伊一链，了这个人吼伊就安怎？举一支锤啊，手箍，为着另外这个链的所在，甲伊紧起来。了人2链拖这个无链，啊嘛走了足好呢。所以，咱斟酌，咱是真正无办法，或者是咱是选择放杀。咱若选择放杀，咱就真正会无办法。但是咱若无放杀，咱就一定会通对上帝找到办法。上帝的办法是啥？你唔通搁再挖靠家己，挖靠家己。伊有某一部分的能力，所以遐无信主的人，因嘛安怎？因嘛共款有法度做真济事业无？但是你爱升级起来，你爱有一个精神知影。但是外口遐人做生意、做善事，伊有一个目标，就是互人认捌我。但是咱的信念精神是上帝啊！我要高举你的名，既然你所互我的。我会当去分享伫身边的人。圣经内底有一个人，叫做撒该。撒该伊拄着耶稣基督的时阵，伊毋是干那信念成级，伊是信念更新。伊伫迄个所在做啥物代志？伊甲主耶稣讲：主啊，我过去欺骗人的，我行人4倍，我甲我财产的一半怎捐出来，来救助丧勇人。互人对上帝，互人对咱的身上看到上帝，这是咱活命内底所要做的。了妖花就会为你征战，上帝亲自带你上，咱若尊敬上帝的话，上帝就会当为咱征战。咱若搁要继续靠咱家己，咱就会共款亲像埃及的法老王，靠家己咧征战。要甲以色列人掠倒转来，要倒转去伫过去生活的模式，咱注定一定会失败。咱来看以色列人，因面对这个代志的时阵，上帝甲因讲：你倒对东南边行倒转去西北边。有时阵，上帝虽在遐受得困难来对着咱，来搅扰咱，但是也是伫这个时阵。是上帝要建立咱甲伊连接的时阵，通过苦难，咱咧经历上帝。来，咱甲身边兄弟姊妹甲伊讲，通过苦难，咱咧经历上帝。甲伊讲，佮讲一解，通过苦难，咱咧经历上帝。佮一解，通过苦难，咱咧经历上帝。我毋是讲好嘢的时阵，你无法度经历上帝。我讲苦难的日子，佫较是咱会当经历上帝实在，佫较连接的时刻。你斟酌来看，圣经内底讲到有几项：第一，上帝通过生活模式的改变、现况的改变。原本上帝的使者是行伫以色列头前，但是这个时阵使者踅去到以色列军队的后边。了，原本分条伫因头前引传，但是这个时阵徛到伫后边。了，伫埃及营甲以色列营当中，安怎有分条，一边黑暗，一边发光，规暝一边暗的，一边是光的。佮再来，摩西往海伸出拐啊，上帝就用大东风，和海水一暝就退去。
了海水提起的时阵，因就成了成做大地。因伫即当中啊，海水提起，因伫当中行大地，并且啥物个水伫因的两边面做墙啊，甲因挡起来。因伫个所在，因徛在。搁再来第五个，到了早起时的时阵，耶和华对分火条当中来埃及的军兵观看。迄个观看的意思是啥话呢？这个字吼真有意思。这个字吼有一个翻译，或者跟他做鬼脸呐。安尼你知无？就安尼，上帝间嘿惊一个哦，了因就真正错掉，了互埃及的兵安怎混乱，搁互因的安怎车轮落落，无法度来伫迄个所在行走。第七项就是讲，上帝讲，你搁再一届海伸出拐啊，了上帝甲这埃及的人撒伫海中。水就回流，淹没了所有车辆甲马兵，所有这军队拢总落去。现在兄弟姊妹，上帝为你征战，征战到什么款时刻？你通看见，大概吼，这真侪电影拢总有做。这海水徛起来，以色列人行伫大的地哦。你注意哦，毋是落雨啊梅哦，是大的地。迄个大地吼，另外一个翻译甲迄啥物，甲矿花、矿业，迄个字足相像。所以因是安怎行伫即当中，了伫迄个所在的时阵哦，即个分条火条，这真奇妙，一边是有光的，一边是暗的。上帝相时，共迄个时阵，上帝伫黑暗当中；共迄个时阵，上帝也伫光明当中。咱的上帝是烈日，但是伊也住伫黑暗当中，所以咱的上帝掌管这一切。最后，上帝伫迄个所在，甲摩西讲：“你搁甲你的拐仔举起来，海伸出去，所有埃及的马兵以及所有其他的军队，拢安那，互海水砍起来。”咱同齐做伙来读这段的经文，请受敌起来攻击你，耶和华要互因伫你的面前受杀败。因对一条路来攻击你，的确对7条路来逃走。你有看到啊？5、6、7有无？以色列人纪念耶和华上帝为因所做，上帝对7方面。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其实行了7项神迹。上帝为以色列人征战，7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表明上帝的拯救是完全的，无欠点的。上帝会当做成这一切的代志。顺续甲各位提醒这项代志。对着以色列人落到海里发落的全军，含一个都无存落。另外一种人哦，在出埃及当中，出埃及记12章38节有一款哦，做英杂人。英杂人哦，就是对人行的啦。伊毋是真正信上帝，但是伊对人行的。真有可能就是埃及人当中，知影上帝介厉害。但是安怎？但是无相信上帝。不过吼，上帝介厉害，所以无我看我是对犹太人的上帝来行好啊。即个做英杂人。那么这个代志有两个无共款，就是遐对着以色列人行的人，虽然伊暂时的无一定认捌上帝，但是伊的活命还阁有机会啊。但是，这对着以色列人落到海里发落的全军安怎？就是遐要来伤害以色列人的。你有看到这两个无共款无？一种是要甲以色列人拆架落北的，一种是以色列的上帝个性袂歹，虽然无介熟悉伊，无嘛来对看卖啊。这两种的无共款哦，迄结局的无共款。迄个要伤害以色列人的，要伤害上帝选民的。终其落尾，一个拢会无剩。但是迄个看到
这个上帝介性袂歹，咱对看卖啊。这个人无一定会得救，但是伊也有得救的机会。虽然将其落尾，到伫尾啊，咱伫民数记内底看到这人因伫当中完全消灭去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明白，信心是对开始到落尾。咱的人生除了信靠以外，你无别条路。咱靠咱家己，将其落尾，咱有一天一定爱放手，逐项代志拢爱放手。第二，信心是人物，对咱家己无法度，但是咱了解上帝有法度。所以用咱的无法度来求迄个有法度的上帝，军队伊来行，这才是信心哦。袂当干那知影了，信心是对知影咱无法度，了后知影上帝有法度。你干那安尼知影我无法度，了后知影上帝有法度，安尼敢有改变代志？安尼嘛无改变代志啊！爱安怎？第三点，爱知影上帝有法度。用我的无法度来求迄个有法度的上帝，了后伊安怎吩咐，我就安怎做，安尼你就会变做有法度。所以信心是认捌上帝的有法度，对伊的有法度来行。咱唔通阁互咱过去的经验，甲咱绑掉咧，唔通阁想讲咱要照着埃及迄个系统，埃及的系统就是。我足够的，我会当，但是实际上，咱爱放下迄个系统，知影我无法度，我有限，但是我有上帝，所以我会变做强盛，我会真做有能力。所以咱爱会记，耶和华会为你征战，点点无声，唔通发怨言。唔通乌白讲话，唔通讲出消灭咱家己信心的话语。上帝会帮助咱，因为上帝带你出来，上帝就会训练你，上帝就会帮助你，上帝就会互你得胜、强盛、佮丰盛。三甲阿头来祈祷，主平安的上帝，因带阮进入你的丰盛。进入你的德性，伫你强盛的内面，互阮满有丰盛的人生。无论到伫什么款的坎站，主帮助阮，互阮伫上困难的时阵，永远会记得迄个时刻，这是阮更加会当甲你建立上亲密关系的时刻。愿上赞阿乐归于你。愿阮对苦难中经历你的平安，甲你相同行，互你真侪阮的能力，互阮真侪你的见证。同心恳求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欢迎咱新来的兄弟咱新来黄家成先生咱感谢主，谢谢。还有明正先生是阿武姐的先生正明兄叶正明兄来，正明兄咱感谢主谢谢。坐伫美文姐身边这位咱的亲爱正文兄正明兄真感谢主，会当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，愿上帝继续施恩赐福，互咱会当真做这个社区的祝福，会当真做城市的见证甲荣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这是咱的三甲做来奉献。每一届的奉献，拢是咱对上帝信心的回应，不是考虑咱偌济，是考虑上帝的丰富。安尼，咱伫信心内底对主来行，上帝就要用伊的权能亲自引带，互咱进入得胜，进入丰盛，进入伊永远的强盛。三甲做位起立，同齐来吟唱诗歌，同齐来奉献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
患难中随时会帮衬。情线怎样为生，也路善良，你也为生我到永远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管带。坚固伴照我心靠你就袂摇动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愿望是在地你，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衬。情线怎样为生，也路善良，你也为生我到永远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管带，坚固伴照我心靠你就袂摇动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愿望是在地你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管带，坚固伴照我心靠你就袂摇动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愿望是在地你。万军灵的主耶和华上帝，感谢你对着阮的疼痛，应允真侪阮的力量，真侪阮的避难所。真侪阮的阳光，真侪阮的见证，也互阮真侪你的见证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疼痛，享受一切的丰盛。阮所以用感恩的心伫主你的面前，用金钱奉献，真侪对上帝疼痛的报答甲感恩，也用这金钱会通伫圣工上有好的路用，互阮传福音。互阮关怀送香的人，互阮甲忧伤的人三角忧伤，甲欢喜的人同齐欢喜。愿上赞恶乐荣光归予你，愿你继续路用你的正义路，真侪你荣光的资源。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互你靠主刚强，伫一切事上得胜、强盛、各丰盛。互你的日子充满耶和华的权能，并以应允一切所为平安甲丰富。愿你心灵勇健，直到你身体健康，并你手中所经营的尽拢顺遂，得伊的祝福。疼惜厝边，见证上帝，荣耀伊的名，利益你家己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，咱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，过一段落。上帝说，大家平安。注意，中心的组长，同工请向地下。